人讲挖山食山，挖海食海，住伫咧即块四面拢是海洋的岛屿。台湾人是真出名咧爱食鱼仔。咱拢掠准讲，敢若汉人会食海产，其实伫咧400年前，荷兰人所留落来的日兰野城日志当中，就有清清楚楚记载着当时的原住民嘛有咧食海产。咱的祖先对这的记忆会一直刻伫咱的基因当中，一代一代传落去。较早伫掠是掠小竿啊，就探照灯咧掠小竿啊。啊，东尾天啊有标旗鱼。即马一年来，包括鱼仔类的，也是万里蟹哦，万里蟹的螃蟹，哦嘛是共款，拢一年量拢少。我会记阮细汉时，你阿嬷练是一个真俗的鱼仔，或是肉胗啊，吼嘛是足俗的鱼仔。不过即摆你会去市场看，这种价钱拢比较足哩悬。迄就是因为伊产量变少，所以伊规个价钱规个拢变较悬。吼啊，除了咱拄则讲的这以外，其实还有足侪种类，其实伊的数量甲较早来比，拢变化足侪，拢规个拢变足少。伫台湾要食青的鱼仔是真方便，不过真少人会知影，即寡活跳跳的鱼仔是安怎为鱼市场，互人拣出来，才个变做咱饭桌啊顶悬的料理。今仔日，咱就为这个鱼市场开始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唔知观众朋友恁大家有伫咧食鱼，或者是恁讲食河，也有人讲食湖咧。啊，讲到这个食鱼啊，这款文化，咱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，海就咧咱的身躯边。究竟讲这食鱼的文化是安怎来养成的？而且咱之前拢知影讲吼，这教育部要推出讲这学生囡仔伫咧营养午餐会当食着石斑。讲到要食石斑吼，有的人讲要食这鱼仔，有真侪人是惊甲喷惊去，讲这鱼仔有这鱼仔刺，袂当互囡仔来食。啊，究竟这食鱼仔的文化是安怎伫咱的台湾来形成呢？啊，讲到咱的买鱼仔安怎买，今日到这鱼市内面要安怎看这个文化来形成？也邀请到两位专家，头一位也就是来自咱海洋大学的杨志勇老师，欢迎咱杨教授老师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第二位呢，要来邀请的就是真出名的作家林凯伦，咱的林作家你好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先来问咱的凯伦，听讲你唔那是一个作家，那另外你还有一个身份是啥物呢？我是鱼贩啊，我炒卖鱼，卖鱼啊炒24年。哦。我为国中的时阵就开始为甲厝里卖鱼啊，阮兜卖鱼啊3代啊。嘿。嘿，伫武丰迄个所在，阮已经3代鱼贩啊。啊，拢卖各种鱼啊，拢有正水的、海水的、饲的。拢有，对啊。后来我即摆开始咧做的是高餐厅，搞一个我高级餐厅。啊，两个鱼贩仔的生活状况是完全无共。对。卖鱼啊，恁兜已经卖3代，所以其实讲对这鱼啊，你等于讲是目睭客用望你拢知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像恁啊，即摆这鱼啊收入来哦，恁通常拢是收啥物款的鱼啊入来？那伫菜市的时阵，拢是收吼，台中人爱食啥，啊无就是即个社区爱食啥，阮就收啥，吼。啊，平常时是卖活的鱼啊，因为台湾毋是食青鱼啊为主的，像日本你可能会使摸到活的。台湾的海鱼啊掠起来，大部分拢死啊，啊无你就爱去港口看有活的鱼啊无。啊拢找像台中人拢爱食肉质啦、白鲳啦。蚵仔啦，食的啊，这都无共。啊，甲台北人啊，甲南部人、甲花莲人，拢食鱼啊，拢无共。台湾的海产就是，大家所在拢无啥共款，啊，拢真趣味安尼。对。啊，安尼像你这收的这鱼啊，就是讲一定就是人大瓜教恁，一定是讲知影讲哦，恁拢通常是摕啥物货较济。啊，伊敢有迄款较特殊的货，互恁买无？这都要家己去看。嘿，像大半在化市的时阵，你就会使先看卖，搭一人有特殊的。我若是今仔想要家己食，我就会拣迄上特殊、甚个上奇怪的鱼来食，因为无食过较有趣味，食过吼。食较鲜啊，食较鲜啊，伤共款的物件拢食较鲜啊，拢特别去做迄无共款。啊，迄个特别的，你会知影讲迄是啥物鱼啊无？
大部分拢会看讲，哎，伊形体生甲安那，安那像看伊的尾鳍、背鳍生甲安怎，头生甲安那，我就会知影讲，这个鱼啊是要用吹还是用蒸的。哦，嘿，我拢定定教人家一个方法啦，吼，生甲奇怪就等落去吹，因为生甲奇怪的鱼啊，像啥，胸鳍做短啊，无啥会晓游泳，等落去吹，因为伊平淡，平淡鱼啊肉拢嫩嫩，像人同款。若讲像尾鱼啦，无青鱼只，你就摕起豆豆啊煎就好啊。所以其实你为伊的身躯迄个体型，你人判断讲安怎甲伊料理，就是较妥当咯，对啊。也讲到这是伫咧菜市啊，伫咧拍拼生活，要来请教到咱的教授啊，就是你应该就是做这电影调查，一定不是去看这个在菜市啊。当然，你的专长是做迄个观赏鱼啊类的吼。也当然啦，行到迄个菜市啊，通常你会注意到什么款的物件？其实伫菜市啊内底，比如讲拄啊都有讲到啊，都是较特殊的鱼啊。有时阵阮特别注意讲，因为小块鱼啊，无一定是台湾本地的，伊可能是进口的，无就是伊是为无共款的所在，或是还是方式去掠到的，这都阮会特别注意安尼。你踮咧台湾啊，你去看遐个鱼仔市啊，讲鱼港啊，有打几个？你认为讲，其实伊真有特色，到当就是讲，伊个保留伊家己迄个在地款的特色无？其实我感觉。每一个所在伊个特色拢无共款，因为伊可能家伊个所在资源，还是家伊个所在地形，还是海况无共款的时阵，迄个鱼仔都无啥共款。特别是比如讲我主要出差的时阵，我若是去无共款的所在，花莲还是东港，特别是东港，因为伊东港为透早应该讲凌晨开始，都有无共款的迄市场。一直到下午，就有的是拍卖，有的是零售的，但是伊个物件都小可无共款。因为老师，你今日提供这相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位啊？这是平哦。这是在咧平哦。伊这卖这鱼啊是什么鱼啊？这是阮叫玳瑁石斑啊，因为伊个花草就敢若迄。玳瑁一种海龟的壳，色彩差不多相像安尼。所以对吼，伊迄花草有像迄个刺壳啊。我想要请教老师，像这款鱼啊，伊敢是算是，比如讲，伊算是酸蚵蛋迄款的鱼啊类，还是啥？其实伊是伫珊瑚礁内底的鱼啊。游玩伫平湖迄边，伊拢是用迄石虎去掠的，所以鱼仔拢细食。其实本身这种石斑都较细尾，所以当地人都是煮汤，安尼就敢若淋汤尔。你若是有时间，你就慢慢创，就好食，搁趣味安尼。但是即马足侪观光客去迄个所在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这种鱼仔上细食，因为拢爱食。大底肉，所以足侪人走去平湖，较歹伊可能食兔兔，毋慢的伊就食鲑鱼啊。问题是迄个鲑鱼是为可能国外飞过来台湾，搁飞去平湖，所以台湾人走去平湖要食海产，结果食一个为外国流来这个海鱼啊，其实嘛是足趣味的形象。咱来看后一张吼，这张相片我看这看的是刺龟对不？厉害！对，这是刺龟。对。老师通常这是在搭一个鱼港。这嘛是地平湖。这嘛在平湖。对啊。平湖你若是透早差不多5六点的所在，5六点的时阵你就会去马公第三鱼市场，伊是大卖的。若是较晚起来，还是早顿食煞了后，你可能就走去拄啊，迄是北城市场，伊是一个。通大的市场伫平湖，游玩伫马公啦。像这刺龟，其实因伫迄个所在台，但是大部分拢寄来台湾啦。对，因为伊个皮、伊个肉、伊个肝，拢会食质，搁伊个标啦，就伊个翅囊拢会食质。你想要请教就是头家你啊，像你家己本身就是在咧卖鱼啊，你当然一定去参观别人家的鱼仔市场啊。你有感觉讲有的迄个所在，迄个鱼仔市场因卖迄个方式足特殊的无？那特殊的款像平湖第三市啊，就真特殊啊。伊甲台湾的用花无共，伊拢写伫纸面顶用蛋的。
就是人讲按标啦，就是大家介意啥物介绍伊就弹落。啊，伊像阮台湾的鱼翅吼，你著去看吼，伊拢用手用花的，啊嘛有用机仔在订，吼像台中甲台北拢用机仔，有的拢用机仔在订，啊用花的拢像鱼港食的，啊这就会使看出大家所在的交易形态是无共的，像定制网也是，定制网阮就会看就是。介绍拢定好啊，大家去买就好啊。这我感觉这是趣味的所在，大家所在无共的画期，大家其实会使去看卖在地文化为啥会安尼。像你讲，恁用是做到第3代，对。啊，真正像你少年人，其实我应该甲你是应该是差不多岁数啦吼。啊，真侪少年家拢想讲。阮厝里咧卖鱼啊，咧卖鱼啊，较早起来啊，佮遐烤篮，吼，佮遐抬鱼啊，啊，用到安尼规身躯拢安尼，就是臭臭味安尼。啊，真侪少年人伊无愿意讲要来做即款的行业，就是讲无想要甲爸爸妈妈做伙。遐为啥物你会想讲，你会想要继续亲像3代，就是做这第3代，就是来卖鱼啊？会使做3代就代表吼袂歹赚。袂歹赚，袂歹赚吼！啊，我迄时阵吼要做鱼仔贩仔的时阵，我头一件家己讲吼，我45岁吼要财富自由，啊，确实会使做到，吼啊，毋过阮厝呢啊，阮阿爸爱跋筊啊，后来都无接，没有再继续做家业了，我就后来家己去做一个高餐厅鱼贩仔，系啊，对我来讲吼，这3代吼上好的物件是阮阿公吼。互别人的印象，甲别个鱼贩仔有交陪，啊会延续到我即个人的身躯面顶，啊我去鱼市的时候，大家拢对我做照顾，啊像阮即个岁数吼，30几岁啊，去鱼市嘛是叫人叫阿弟，嘛叫帅哥，安尼嘛是袂歹处理啦，对。对，哦，所以其实安尼你对这个。鱼仔市场，因毕竟是你自细汉的生活环境来讲，其实为这鱼仔这个环境内面，迄就是讲做你的文化资产。所以其实一在你的创作内面啊，因为你是一个作家嘛，我看过你的作品，但是你的部分你是安怎去描写你所看到这些情景？我头一件代志咧想的是讲，大家是安怎看鱼贩啊？吼啊，大家拢讲因做臭的啊，无啥爱读册，啊，毋过其实拄着。熟悉着少年的鱼贩啊，其实生活毋是安尼啦，伊是为着啥？伊可能是为着钱，为着家庭在拍拼。啊，我就感觉这一定爱写出来，因为这甲平常时阮在想的鱼贩啊无啥共，阮就写出来，互大家看卖。其实阮甲伊甲阮拢差不多安尼啦。啊，要来继续请教咱教授啊，就是讲台湾有遐尼侪鱼港鱼市，吼，敢有啥物款的迄个鱼港伊迄个鱼会吼是？足特殊的，比如讲啊，有个人讲哦，去讲，比如讲淡江吼，就是爱掠迄个，有人就是迄个所在去遐就是爱食迄个蚵仔肠，吼啊，亲像什么有个所在佫是伫爱去买伊啥标的机，啊，甚至讲你看，伫咧宜兰苏澳迄个所在花卉吼，甚至个做到迄个罐头吼，为虾米就是这鱼港有一款鱼会遐特色啊？因为伫无共款所在嘛，所以。掠迄个方法都无共款，比如讲淡江的掠迄蚵仔肠的，拢是用延绳钓的，所以可能走去菲律宾迄边去掠迄蚵仔肠。啊，蚵仔肠掠转来了，因为一只蚵仔肠，阮常常知影鱼是伫肚仔顶，所以阮食一块就大家知影讲爱食一喙就几百块，但你可能唔知影一只蚵仔肠可能200-300公斤，有诶佫超过400公斤的。所以比如讲伫淡江这个时阵，你就会再去淡江看，伊就会拍卖，啊一只蚵仔肠伊差不多300-400公斤，迄是一个人无法度去买的，所以拢是迄贩仔去买，啊但是阮会伫边仔看伊要安怎留一只蚵仔肠，所以阮食的其实比如讲主持人拄仔讲到迄蚵仔肠迄乌托罗，敢若伊一个部分尔，其实伊足侪部分是迄气味拢无共款的，所以阮常常甲人讲，你毋若是伫肚仔顶食鱼啊，你嘛爱有机会，嘛爱走去鱼市场，还是传统的市场去看卖啊。我顺续个请教教授，就像我拄仔讲到迄个宜兰啊、苏澳迄个所在有迄个花卉、青鱼啊，吼，就是讲其实咱台湾人真侪人讲迄个保盐的迄个。
薄盐青鱼吼，就讲哦，刚才迄是日本货，事实上伫咱台湾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鱼也是掠足多啊。为什么是伫迄个所在因掠特别多花卉啊？因为阮掠鱼的所在叫渔场啦，渔场都是伊季节、气候、海流、甲盐度、甲食物，伊拢到做伙，所以迄边的鱼啊拢足济啊。啊，像阮所一边咧掠花卉，拢是用大型的围网去掠，所以较早掠的鱼啊，因为无法度保鲜，所以拢做成罐头，所以伊茄汁罐头青鱼就名的。啊，后壁是人都感觉讲，特别是伫台湾，阮拢感觉讲，迄罐头是无好的鱼啊，再去做罐头，无到熟的鱼啊，再去做罐头。其实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啦。啊，但是这几年啊，大家拢流行食迄鱼叶干，所以阮拢食迄花卉的鱼叶干，薄盐青鱼，迄最好食的。其实，我是感觉讲，全世界有3种花卉，台湾都有2种。足侪人讲迄挪威较肥较好食，其实我感觉台湾的花腹青甲白腹青其实都好食，毋但是做罐头、做鱼叶干，其实生食嘛就好食。你若是走去苏澳南方澳迄边，看迄花卉的拍卖，伊毋是一尾一尾哦，嘛毋是一台一台，伊是规车的，规车的，所以大家拢徛悬悬的，看一车安尼都讲价少，对吧？迄是足特别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每一个所在伊迄个鱼仔市场啊，拢有无共款伊的特色，而且伊迄特色是真在地哦。咱若无行去内边，其实是无法度去了解到。所以今日邀请了2位来宾来到现场，甲咱开讲，咱先小休困一下，较听继续来听因精彩故事。真侪观众朋友来去到火锅店嘛，拢讲要食一个火锅叫做海陆大餐，有这鱼肉吧。不过这鱼啊拢是切转的，一块一块。究竟这鱼啊是生做圆，也是扁，是安怎来？吼，其实真侪人拢唔知影哦。所以是显示讲，是咱对这个食鱼这文化，其实咱有真大这个知识的欠缺。咱要来请教到咱的头家，亲像恁在卖鱼啊吼，咱一尾鱼啊吼，对这海里家鼓起来、掠起来了后，甲咱的饭汤顶，这爱有偌济人甲伊摸过？哦，足济哦！你像一开始伊渔船啊来，头一个就爱港口的大盘先收，搁先拍卖，甲分去城市的大盘、中盘，啊，搁像阮这种贩啊，开始卖。你看安尼5、6成安尼，直用落啊，啊，搁有一寡卖冰的，吼，啊，一寡卖其他的，啊，搁甚至讲大料鱼啊，迄鱼肚。吼，嘛有人去收来创啥？去做肥料，嘛是有人做。啊，像这特别的产业链，其实大家拢无在讲，大家拢无在重视这个物件。啊，但真趣味，这一城一城的物件内底，拢有一寡零情甲细膏伫内底，啊，足趣味的。我感觉这是台湾足水的所在，渔业里面很漂亮的地方是伫遮，大家拢无去观察遮的。细节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像比如讲，你拄嘛讲着嘛，就讲毛人是干那伫，比如讲卖玻璃拢，啊做饼格嘅，哦啊包含就是讲，迄个鱼仔担头，毋是有诶拢用迄干那，迄青青叶大地是啥物叶啊？迄个荷叶啊，啊无就是迄芭蕉叶啊，是啥拢有。迄干那台湾干那北部较有呢。嘿，中部其实看无啥迄种用叶啊伫遐装鱼仔的。对，所以鱼仔拢会放喺迄个顶头嘛，所以当然嘛是爱有人就是处理这个物件。迄有人在卖啊，有人在卖。其实真无讲真下，咱唔知讲其实。这个物件，讲哦，我去打头就应该爱有这个物件，但事实上毋是遐尔简单，伊就出现。对，咁咪顺手来请教就是咱的教授就是讲，咱台湾这个所在啊，像我嘛平时捌行过迄个人迄鱼仔市，迄大挂，当然迄是大挂，大挂真正无咧插阮遮线尾遮观光客，所以当然你看因足无用的吼，我看因讲吼，因拢一直用喙底下念足紧的吼，包含真正影片拢有翕到，念足紧啊，因是拢伫咧。念啥哈？其实伊讲的都是介绍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伊拍卖的时阵，都是伊会讲一个介绍，比如讲300是基本的基础啦。所以伊都看下骹的人，若是有人，比如讲你即摆来看我，
伊即马点头，安尼就是你完，这计小恁都会使接受啊，所以我都32，就加20块，伊差不多拢10块安尼起啦，所以但是有时阵足紧的，所以都20、30、50、60、400，伊都直接跳400，但是足侪公路客可能唔知影，伊听到400块，还是听到60块足俗的，伊就举手啊，我卖一胎都卖互伊啊，但是伊讲的是伊的单价啦，唔是讲一胎就是400块，伊讲的是1斤，还是1公斤，还是一台斤，还是14斤？因为伫每一个渔港还是市场，迄是无共款的，对吧？伊都常常会发生一些误会。哦，呀，安尼亲像比如讲你是迄个画布的人，啊，我是迄个要买迄个，比如讲中盘好啊啦吼，啊，阮是用什么款的方式，互你知影讲我要买？每一个人无共款，对啊，有的是目睭安尼眯一个，啊，有的是手安尼闭一个，啊，有的是安尼因为足侪人咧食薰，而且迄度有一个特殊的手势，因为每一个人安尼做，主要是讲不要破坏感情啊，因为定定。登对啦，每一个人，逐工拢伫这个市场走跳啦，所以伊都生意要做，但是友情嘛是爱讲。哦，生理爱做啊，这友情嘛爱讲，对啊。哦，所以安尼想要请教头家啊，你去到迄个现场啊，就讲你嘛，因为你一定拢是台湾四个这鱼仔市，一定去拢会走透。啊，你有看到讲无共款的迄个市啊啦，是讲迄个鱼缸啊，因有迄款无共款的特殊的咧拍卖方式啊。主要像我伫台中拢是用电，用机器在电安尼啊，就电啊，阮这电就唔知像在电啦，啊唔知在像在电，有一个趣味的所在就是讲，你会使偷去甲加电两个啊，看这鱼贩啊袂爽就加地贵啊，你知影伊要即件鱼啊，你就甲天价，啊天，嘿，我常常做这种代志，啊做这种代志吼，上后吼，钓的拢是我。天就较低，因为大家拢提的伤悬啊，啊像台中迄次就有一个趣味，阮台中人足爱食肉质啦，吼啊阮有一年啊，平常时肉质差1公斤4、500已经足贵啊，有一年就是即个时阵啊鱼啊拢足少，啊阮就知影即件肉质吼足贵，啊差不多700我就差不多啊，结果就飙到2000外，因为两个鱼贩啊吼，看互相袂爽，啊要为着一口气。啊，就直到2000外。嘿，我就感觉这足趣味的。咱来用花的吼，伫鱼市用花的吼，我看这两个已经成烧拍，用电到卖。对，我就感觉这足趣味的。对。啊，所以这件原则上若是又出来拍卖有人订，这个鱼货一定会卖掉了，对啊。嘛无一定哦，你若讲收卖吼，阮就无爱订，无爱订就继续就直啦，那较卖。啊无嘛是有讲吼，开出来介绍吼，你若像讲。台中人无啥爱食迄红色的鱼啊，啊，若拖来拍卖红色鱼啊，有当时介绍会落，像太平洋的鱼啊吼，颜色较缤纷的，阮会无爱食，啊，鱼我就无爱买。为什么？因为台中，你像看台中拢是沙地鱼啊，啊，拢生较浮，啊无，啊，若像太平洋的鱼啊吼，伤花，阮都感觉有毒。啊，其实嘛无啦，直落啊，落上后的安那，你知影？大盘掠讲讲，这一件我无爱卖，全部拢都车转。你无爱卖，伊摕去别个位市啊卖，嘛是有啊，足趣味的。哦，所以嘛是会无多生理做无成。对，嘛是会哦。哦，生理嘛是可能会做无成啦。啊，讲到吼，这个标鱼啊，这个过程，迄是真正一个足趣味。啊，亲像咱就是差不多伫咱国历啊，就是咱新历，差不多4月份左右吼，就是讲就是。春天尾啊，要热天，这时阵就是开始去掠迄个乌昂船。啊，像新闻拢会报讲哦，这种东港就是头一只乌昂船，啊，要刷来就是宜兰头一只吼乌昂船。啊，迄一只像拄仔老师讲，迄种有当是300、400公斤吼，就是你讲足大尾的就对啊啦。呀，真侪人会出价吼，啊，计上出国悬，比如种上百安尼。老师真正咧买安尼一尾安尼上百，敢真正会好？啊，拢是送买去啊。
其实这问题就复杂。复杂哦。因为平常时阵啊，嘛毋是讲平常时阵，都是产季的时阵，黑暗层一尾伊个拍卖价钱差不多600至800块1公斤啊。对，但是第一尾都是代表对阮来讲，当然是一个好彩头啦。所以人都足愿意出价。出价的人差不多拢是，比如讲。餐厅的头家，无都有的是连锁的，比如讲，毋那是伫台湾啊。其实台湾这种风气是为日本来的。其日本像因较早的筑地市场，还是即卖的丰州市场，伊每一年的第一尾的黑暗层，拢拍卖价差不多拢几落千万台票哦，毋是日票。所以。伊主要的目的是做广告啦。其实你一地，阮平常食可能几百块啊。迄地特别是迄土路还是黑土路的所在，若是照伊的算法去算的话，可能一喙都要几落千块啊。对，伊主要是广告啦。对，做迄个出头，做迄个效果啦。对啊，所以其实随常咱食嘛，无可能食得遐尼贵，迄个一块迄鱼啊嘛，对啊。啊，你我顺便来请教头家啊，像吼，我知影阮英国阮阿姑伊拢爱食钓鱼啊。啊，像这恁伫个大头啊吼，我嘛知影讲有的人吼就爱钓鱼啊，钓着遐鱼啊吼，拢去交互迄个头家去卖啊吼。啊，所以讲咱通常是咱一个迄个。食的钓的鱼啊，比如讲我凊彩举例，比如讲有的人用钓的，啊嘛有人讲什么现捞啊，还有迄款就是用饲的，啊还有人迄个走迄个远洋的迄个大只船的吼，去载回来。啊像这的鱼啊吼，你敢有法度判断讲这鱼啊是倒位来的？啊当然会使啊！啊头一件代志，阮会先看讲台湾到底倒一个所在有这的鱼种。啊阮若知影这的鱼种，阮就去问看卖讲。源头讲啊，这倒位来，这上简单嘛。啊，若真正伊嘛唔知，阮就去看到底这鱼仔内底是哪一种的，伊甲搭几种鱼仔做回来，阮就会使知影讲，这个鱼仔为倒来。嘿，啊像现捞啊，也是讲有青无青，其实这是基本功啊，一定要经济。我学经鱼仔嘛，经差2、3年，才开始讲家己会使啊。嘿。对啊，那大家要经鱼啊，上简单的吼，一个撇步吼，就是去经定的，就是阮台湾的冰鲜鱼吼，拢是经姜质，开始无定啊吼，迄就是遐开始无水啊，这就上简单。啊，像经冷冻的，你重点是爱看伊讲伊的身躯的色水啊。有啥无共无？像有的鱼啊冰久会变黄，迄就是伤歹啊，迄就无紧。鱼啊冰久啊头会变红，那就莫紧啊。啊，这其实足简单的，这就是基本功，啊，常常看就知啊。对啊，常常有人讲去洗菜市啊啦，鱼贩仔会骗啦，还是啥？其实有当时嘛毋是骗，啊，阮有剩的货，阮嘛是爱卖。啊，重点是阮消费者爱去想讲，啥物是青的鱼啊？其实加看的就知啊，对，嘿。所以其实内行人其实去你的档头的时候，我去定看嘛，迄鱼啊是咪叫做定对无？嘛伊就是摕起来就知啊，摕起来就知。嘿，为头的所在摕起来，你若讲软的，伊就堆落来嘛。你定的就做明显的，伊就知啊，掠起来阮就知啊。啊，若伤内行了，阮就都免用紧，我就甲紧好。啊，所以看迄目睭雾敢真正是无青？嘛无一定，无一定，因为目睭雾有当时吼，你伫船顶吼，鱼仔摕起来，必等落水伤冰的所在，伊目睭会雾气，湿气啦。嘿，啊，重点是爱看讲伊目睭有凹陷无？嘿，啊无就是伊内底水晶体有变色无？嘿，这其实是诀窍啦。啊。重点嘛是健康鱼仔有定啊，无定啊，软的安尼，嘿。所以看迄个鱼仔，甲迄个鳃甲变过，其实嘛是无准的。有准啊，毋过若真正要变白色，已经足久啊，莫直直变啊。啊，有迄人客吼，鱼仔摕来吼，冰4、5届啊吼，啊，永远拢看袂出来这是啥物色安尼啊。对啊。我就想讲啊，我来甲你拣着，啊，嘛有人讲爱用摸的嘛，看有弹性嘛，有的人就直直脱，脱甲拢。烂去啊，搁咧脱，脱几步其实伊嘛唔知，无像咧脱了，搁伫遐等伊肉看
转来。啊，等上2分钟，讲免等啊，是不？我卖袂离啊，就是迄个要去拣西瓜，大家拢给他拍几挂波，拢同款啊，我唔知拣到一个西瓜啊。嘿，顺便搁请教一个头家一个问题吼，听讲吼，我问捌迄个软虾买断去时阵，吼，甲软虾甲抬开了，讲内面有一只鱼啊，啊，即有2种讲法，有人讲。啊，就是因为迄个软时啊吼，伊要裂开之前又食一尾鱼啊啦，所以吼就是伊食迄尾鱼啊。啊，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讲吼，迄大头家吼讲较歹心，因为迄个软时较贵，啊，所以讲迄尾称起来可能爱几了100块要上1000块，内面甲你偷偷煎一只鱼啊，伫内面安尼称起来较重，敢真正是安尼？无啥可能，因为吼来我常常睇到迄种啊，因为太贵吼，有当时是食赤鲳嘛，啊有当时食花灰啦，啊各种鱼种都有，啊重点是伊毋是为头一个可能就是讲你讲家食入去，伊太贵拢无伫胃囊内底，伊拢伫北内啊外口，迄拢嘛是你想看觅，其实sau果啊、软时啊无一定拢是对的。嘿，啊！你若讲拖网起来，会拄好来，啊，鱼啊足紧张的，就开始乌白找空整，啊，就整去sau果仔内底，啊，就死啊，啊，拢做伙死安尼。啊，你太贵当然有迄物件，有当时阮鱼贩仔是受害者啊，我们有苦说不出。嘿，啊，重点是吼，遇到这你其实会使甲头家讲，头家嘛会甲你讲为啥会安尼，嘿，啊，阮就爱去想这，啊，莫甲大家拢甲想甲足歹安尼，足歹心啊。请教到咱的老师是讲，其实咱台湾吼，这掠鱼的方式，拄也讲到即这种，比如用钓的吼，啊，甚至有迄个伫咧沿海咱的迄个西部迄个所在吼，比如讲拍海水入来饲，甚至有人饲咧外海，迄款箱网啊养殖吼，饲咧外海内面，啊，搁一款拖网啊，甚至伫咧金山的所在有一个叫做蹦火啊吼，就是迄个光线鱼爱跳起来吼，遐就这鱼货这处理的方式啊。哪几种是较优先，哪几种是较无优先的？踮每一个所在，其实伊掠鱼啊方式无共款。较早是较无要紧，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甲体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伊会使掠鱼啊。特别是较早期啦，迄船就走袂紧，嘛走袂远。但是即马掠鱼，因为有足高科技的雷达啊、鱼探啊。甚至讲，迄大型的围网渔船，因讲有直升机去看的，所以即摆掠鱼的效率变足悬的。但是你讲，其实大部分的掠鱼啊，其实伊掠转来都无代志啊。但是比如讲，地拖网，地拖网可能爱较注意啦，因为伊是敢若扫涂骹安尼。所以但是一般的人唔知影，就讲，阮食足侪虾啊，还是翅啊，但伊可能是为拖网啊，特别是地拖网去掠起来，因为伊就会卡到石头啊、珊瑚啊，伊就会改变讲足侪海洋生物的栖地啦，这是可能要特别注意的。对，因为就是见讲，比如讲，因为迄虾啊、甲翅啊，无可能受在半空中嘛，一定是推喺土甲个掠起来，所以其实伊确实是会去影响到上价站迄款，就是因所生存的这个空间。所以像拖网，即马阮都规定讲3海里内底，袂使去拖啦。但是阮主要是常常有人嘛讲到迄都迄渔船都不守法呢。其实我是感觉阮消费者嘛是爱注意啦。有时阵阮食物件时阵，无一定爱特别拣迄种特别俗的，还是我一摆就爱食足大量的。其实迄嘛是间接伤害渔业资源。对。因为毕竟是吼，咱消费者介意食啥吼，这个渔船啊，就去掠啥啊，所以其实吼，若是讲一个生态会破坏，其实甲消费者其实嘛是有真大的一部分的关系。啊，讲到这个鱼仔市场吼，听讲即摆的鱼仔市场是愈来愈无热烈，究竟是虾米款的原因呢？咱先休困一下，较等下继续来讲。崁仔顶是北台湾上大的鱼市场，虽然是以大卖为主，伫咧半暝营业的鱼市场，煞嘛吸引真侪人客。买鱼仔的人，看拍卖的人，来来去去，是比这时啊搁较闹热。
红麻莲即马足少的，以前红麻莲，阮拄头仔卖鱼仔要30年前，拢用沙条伫吐，即马根本连看都无看。台湾目前大大小小将近300个渔港，有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一寡充满活力的画面。咱若是愈接行入去这寡所在，就会当愈了解到这阵讨海的台湾人。拢家人摊仔顶，伊拢差不多9点、10点过才会来收，拢富遐巷口入的，差不多2点开始发起啊。有人报的较好食的海产，我就去迄间，就是老板介绍啥物，我就食啥物。即摆物价咧上涨，其实海产嘛是加减会小可起起来。不过上重要是讲，你食的合你的口味无？重要是合你的口味，你食的才付的钱应该是较心情较快活啦。有机会来鱼市场行一转，无定着会当看见愈侪无同的台湾款。头拄仔讲到迄个鱼仔市场吼，愈来愈无闹热啦。虽然无讲到即个鱼味这款的形容吼，毋过吼，这头家应该有深深的感受。听讲这鱼仔是愈来愈少，当然啦，物件少，价钱就开始变悬。像你家己在前线，在甲人客之间，你有当着啥款反应吗？当然啦，像我较早为细汉时阵卖鱼啊，肉只1公斤啊100外箍尔，即摆变到4、500，你像起4、5倍。我定定讲一个笑话啊，我若有一个时光机吼，我一定等伊批发，肉即个提转来卖，比台积电较好赚。然后就讲安尼想，鱼量变少，佫有一个恐怖的物件是人客嘛变少啊。这甲台湾的都市的生活有关系，大家拢去超市买，拢无爱去菜市啊。毋过台湾的海洋文化吼，海鲜的文化吼。其实大部分拢伫菜市啊、鱼市遮内底，去放弃吼，真可惜。鱼仔少，人嘛无爱食。到底鱼仔出啥物问题？我感觉足趣味的趣味就是讲，阮到底对生态啦，对这到底有重视无？阮可能海洋内底行无去的，可能海猪仔尔，白鱼仔阮拢无插对。像红目莲变做少的，头拄仔影片内底有讲，像北皮鱼较早坐敢若山咧，即马少甲讲一年爱食甲1、2届嘛是少安尼。我感觉这大家拢爱去想看卖，这是啥物问题？对，毕竟咱人甲海底食的物件是同款的物件啊，所以其实关心海底伫要胖见的时阵，其实咱嘛爱关心讲海底的食物来源是。对倒开始无去吼，所以要来请教教授吼，就是迄个咱的迄个食物啊，开始渐渐一个减少时阵，有哪几种鱼啊是影响上大啊？影响上大的其实都是老实讲啦，都是阮爱食鱼啊，还是食特别济的鱼啊，对，尤其是全世界人拢爱食的，因为即摆迄资讯较发达啦。所以常常伫 FB 还是 IG 顶悬看人走去倒位食啥物鱼啊，还是迄美食节目讲食啥物鱼啊好食，大家都拢走去食迄个鱼啊。比如讲这几年迄新北市的迄万里蟹，迄即马迄毋那是产季哦，规年透天，只要是休困日大家拢走去。万里啊、金山啊、野柳啊，都要食万里蟹。其实迄造成讲迄资源都足紧都用完啊。这是足可惜的代志。对，因为我迄时阵我嘛是想要走去迄所在啦，所以有迄头家其实伊嘛甲我讲较白，就是甲我讲，比如讲去，但是去遐食迄个饲啊嘛，食迄个3点啊嘛。去到遐的时候，才讲歹势，其实这个时间吼，已经开始无肥啊，伊无建议你食啦吼。其实老实讲诶，真侪人。讲较歹听的，就是迄个游客啊，真侪人其实伊嘛毋知讲，伊今去遐是为了是要食啥。其实有肉无肉，对伊来讲其实是无差，伊是一种观光的一种心态。所以当然就是讲，其实亲像咱即马所讲的，其实海洋伊敢若就是一个受伤的情形，伊需要一段时间互伊复原啦。复原，咱才法度讲，咱即个挖海食海时，即个生态才会当一直就是会当有循环不断安尼。
请教老师讲，像咱即马在这个市啊所看到，这系拍大哦，这是不管是拍竿啦，是拍布啦，这内面大概有搭几种的鱼啊？这比如讲，迄较细尾的，迄较白色的，迄是木啦。木啦。啊，甲伊小工，迄是摇啊。摇啊。嘿，啊，伊较大尾的是丁香鱼。这哦。对。啊，佫有四破，佫有鱿鱼，佫有几落种的迄虾仔干啦。啊，阮中文就叫金钩还是开阳，阮食迄开阳白菜，迄开阳就是迄。对。其实这像这干货啦，是较早因为无法度保鲜，所以阮就拍单，还是反正就迄降低的水分都不容易变质啦。其实迄鲜明的智慧。即摆的人，特别是拄啊，迄林老师嘛讲，即摆的人较，特别是台湾的人，较爱食现捞的，较爱食青的。其实这甲青的，伊是无法度比较的。因为这有唔那是特别的气味，嘛是代表讲特别饮食的文化。对，因为像我咱伫遐开讲的时阵讲吼，这有的所在是食大鱿鱼，像片哦，迄个所在伊就是食石骨干，吼，所以其实伊咧每一个所在因食迄款大货还是讲这海产吼，其实有因家己的迄个生活方式、甲因文化伫咧内。所以其实我食着迄个石骨干了，知影讲哇，其实石骨干迄气味甲毋是一般大鱿鱼会当去比较的吼。那想说要来请教老师一个专业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即马政府拢定定伫咧推广吼，这就是永续爱发展啊，这啥拢爱永续。咱来讲吼，咱这个鱼啊，讲海洋的迄个资源吼，要甲掠到甲无去了，我拢定定讲哦，迄个有迄个什么固定拢爱去放迄个鱼仔吼，去放流。我问一个就是较无知识的问题吼，就是讲安尼迄鱼啊，敢袂当讲吼，家饲个较大尾一寡吼，毋是讲，比如讲咱拢鱼啊，比如讲咱拢要食到大尾，啊，咱迄鱼仔敢袂当家饲干呢？比如讲伊一半大的时阵才去放啊。其实即马放流都大家唔但是伫新闻还是报纸顶悬看到，倒一位倒一个时间放流什么鱼种，其实伊嘛是唔但是干那鱼仔安尼放起尔，伊进前都爱做资源调查，所以阮都爱知影这环境内底伊下骹是啥物状况，伊的潮水、伊的咸度、伊的水质的条件啦。所以阮都特别是阮会考虑到讲，这附近人拢在掠啥物鱼啊，食啥物鱼啊。所以伫即位阮可能放乌鸡，伊位阮可能放红衫，都放无共款的鱼种。你拄啊讲放较大尾，其实阮放的数量，因为比如讲我放10万尾的鱼啊，鱼仔落了，伊可能都敢若万几尾的鱼啊，会使大到阮会使食的 size 啦。但是你放较大尾的时阵，有时阵伊可能都活存率可能活存率是较悬，但伊的数量可能都无遐悬。你放了后，阮毋是放就煞，阮可能逐个月拢爱去追踪有时阵阮是去采样。有时阵因为阮放落去，伊会用无共款的科学技术，有的是染色，有的是打标签，所以若是你钓到，还是搞到，阮就会交去，比如讲水试所，还是阮学校，阮就会记录讲，偌济时间伊大到偌紧，还是偌大只了，还是伊收去对，走去对，阮就会去评估，去追踪，安尼作为。但年阮去放流的一个基础啦。安尼，像我要去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吼，台湾人吼，像即马迄个日本啊，讲迄个麻啦，吼，就是蒲烧嘛，迄个麻吼，麻迄个麻无啊吼，麻饭当然就无法度卖。听讲吼，咱台湾有真侪迄个白麻是去卖去日本，咱台湾人真正拢爱掠麻仔。我请教一个老师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麻仔一定爱用掠无多，就是人工家培育啊？其实麻仔日本已经会使繁殖啊，但是伊为卵孵出来了，到阮，比如讲阮每年寒天伫宜兰还是伫西南沿海去掠迄麻仔，阮叫玻璃鳗啊，差不多爱8几工，对哦，伊爱孵出来了，伊爱为菲律宾安尼顺着海流起来，对，所以日本
虽然讲因建立着这个繁殖的技术，但是伊的成本太悬啦，太悬啦，对，所以台湾都其实唔那台湾啦，比如中国还是日本，游玩是去用掠的。安尼我想要请教头家，即摆吼，咱等下菜市啊，迄个鱼啊，规安尼摆开了，水个青啦，也不过吼，这安尼摆起来，野生的比例偌悬？差不多5成，野生甲饲的安尼，因为吼饲的有一个好处是大家拢熟悉，大家是拢熟悉，拢会去买迄，野生的阮就是为着甲高级的，是想要食这项物件，人去准备，然后5成，我拢5成安尼准备。伊安尼像你引过来看的时阵啊，你认为讲这个比例啊，这变动啊，你认为迄是受什么款的影响？重点是吼，看人家爱食啥。吼，像野生迄吼，我包含吼，迄有进口甲本土的，吼，台湾家己掠安尼，迄嘛差不多一半一半。吼，较早可能台湾的咧出7成，即马愈来愈少变5成。为啥呢？因为吼，阮台湾人爱食的物件就迄几项，有当时掠袂赴。掠袂赴食，阮就有进口的来，像红条啦，像常看到是红条，为东南亚入来的鱼啊，红条拢来讲本土的嘛是有，像赤章嘛真侪有，日本的安尼，这个情形吼，阮其实颠倒过来想，毋是讲遮进口的物件有也无好，无就是有啥爱进口安尼，阮咧颠倒想讲，为啥阮的海洋吼？变做袂使无法度供应到阮本土的需求，明明是一个海岛国家，毋过为啥阮的海变个遮尔小可脆弱，无就是物件伤少这个，我就不时咧想这个问题，身为一个鱼贩啊，我爱做的代志就是为顾客去经一个。较好的鱼啊，较永续的发展的鱼这样子。当中是咱的迄个海洋受到破坏时阵，伊安怎会当来复原呢？咱是毋是当期待讲，逐年过年时阵，咱会当摕到一尾真大尾的鱼啊呢？咱这个鱼啊市场，啊，个咱的海洋文化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？咱先休困一下，较等下继续来讲。一开始咱讲到就是这个卖鱼啊，要来请教头家，听讲啦，你敢若看一个人，你就知影讲伊介意食什么鱼啊？甲真正这厉害，比迄算命先较牛呢？简单啊，因为阮看清茶，看讲话，看伊逐礼拜安那买鱼仔的时间，阮差不多知影这个人活的生活状况是安怎，形态是安怎。像吴峰，我用我故乡吴峰来讲好啊，吴峰吼上济是啥？好野人真济安尼，因食鱼啊拢会食，一摆买足大量的，拢买足好的安尼，佮外地来像来遮做事的公务人员，阮就知影讲，一礼拜可能买少少啊，小家庭伊爱食啥，看就知影，看清茶嘛知，看讲话嘛知，像有海口腔的啦，无就是阮本岛的，阮台中的腔安尼，阮拢知影伊讲到底爱买啥物。卖啥物鱼啊，互伊若是少年的，阮一看就知影一定足惊饲的，我就拢会经过鱼刷鱼，你先食看卖，开始讲你看要食看卖台湾的红干毛几头刀咧，即个大大互伊饲，大大互伊改变安尼啊，对啊。台湾人毋是惊鱼翅，是惊饲啊。大家人台湾人爱食鱼翅哦，食迄个高级的鱼翅，但是足惊饲啊吼。啊，对啊，咱讲到即个市场规个变化，咱要请教到咱的黄老师吼，就是讲。亲像迄个咱记一个就是坎马顶，听讲英国的坎马顶吼，就是生理安尼长棍变叫，拢爱做到安尼早起7、8点啊，就开始渐人就是散去。毋过听讲即马吼，即个结束时间愈来愈早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其实即马嘛是长棍啊，但是伊可能长棍到差不多4、5点都差不多啊。主要是即马鱼啊较少啊，另外都是拍卖的方式。还是交易的方式无共款的，因为较早拢是贩仔入来市场，伊可能是因为坎马顶伫家人啊，那伊可能就是新竹以北的迄贩仔拢会传统市场啦、超级市场拢会走来遮。即马愈来愈侪餐厅啦，主厨伊可能休困了后，因为结束营业了后，伊就扫来遮，因为差不多都是
1、2点的时阵，就侪观光客来这个市场，所以其实伊的交易，因为鱼啊愈来愈少，可能嘛较提前就结束啊。也既然讲到这个卖物件，要来请教头家啊，像你即马所面对的就是真侪人客，对。啊，面对你认为这物件，当然啦，鱼啊开始变少，啊，人客嘛愈来愈高怪。另外，佫一个重点其实是人客袂晓食鱼。对。啊，袂晓食鱼啊，这个部分。你要哪处理？其实这当然是一个足大问题。伊既然袂晓食的时阵吼，伊既然伊就袂家己买。对，我感觉吼，阮这世代的少年家啊，无就是爸母吼，其实袂晓食鱼正常，因为无人伫教。啊，毋过像阮囝啦，啊无阮查某囝这个年岁吼，那国校啊这。阮其实国家吼会使推动吼，安怎食鱼啊，食鱼教育。比如食石斑的时阵，阮会使甲讲石斑爱安怎食，啊，你个会使甲恁爸母讲，你爱去买石斑，爱买带一种的。我感觉这是会使做会到的。吼，像古早时阵，阿公阿妈一定袂晓食，嘛毋知啥物鱼啊，毋过伊是买回来食，为啥？肉无肉贵嘛，食鱼啊嘛。啊，像即马。物资阮钱拢够，啊，有啥鱼啊？这个物件，食鱼这件事情变甲种足困难的，因为阮伤惊，讲安那，阮大家拢袂晓食鱼啊，看到鱼啊我就惊，啊有迄刺啊，阮就袂食。啊，重点是阮爱去学讲鱼啊是生做安那，伊的生理结构是安那，阮安那去破解，吼，吃鱼这件事情，我感觉是真趣味，真爱去学习的。啊，像洗菜市啊，我定我即马放假，我会带阮囝去洗菜市啊，吼，带囡仔去洗菜市啊，真好耍的原因是因为伊嘛是去上生物课，上生物课上了吼，带囡仔去买鱼啊，佫有一个好处，囡仔高水吼，头家会算你较俗的，大家去试看嘛，啊若无囡仔无要紧，带狗狗猫猫去，因头家嘛会讲，哇这斗足高水啊，我减你5块，这种情形嘛是真正，啊就是大家爱鼓励大家吼去讲。去洗菜市啊？为啥？因为这是台湾吼食材的宝库拢伫遮，吼啊，讲莫惊讲臭出来是啥的，啊就去洗，啊大家去都市拢是超市啦，啊毋过超市的物件就是减迄一寡，吼，啊大家加去洗菜市啊，就会了解到讲台湾这个食物件的文化其实足深的安尼。对，啊其实今仔日啊，咱讲到遐尼济这个食鱼这个文化吼，其实嘛是甲这个问题偏互咱的观众朋友去思考讲，第一，你究竟偌久无食鱼？第二，为啥你袂晓食鱼？甚至有个人讲，我足惊爱食鱼吼。啊，其实咱真做一个台湾的一个民众吼，生伫这个国家当中啦，咱挖山希望会当食山，挖海也希望讲会当食海，互咱的这个海洋的资源会当一直生态落去，守护着咱台湾的海洋的文化。那今日非常感谢咱的凯伦也个黄教授来到现场，甲咱讲下这，非常多谢。谢谢。讲到这个食鱼的文化，其实有意涵，而且有咱的政府学者伫咧斗相共，伫咧拍拼班。也讲这个海洋文化，咱前后后也知影这个文化云端，希望咱会当做伙来守护咱的海洋资源。也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啊，三不五时爱行到迄个市仔内面去了解到咱的台湾文化，了解咱的台湾块。我是嘉豪，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相会。非常多谢老师，感谢跟我应对多谢。